宜兰首尔这风台落大雨灾情真严重，今嘛阁有瓦山的住户呢是要互土石带咧，都有怪区的业者呢做4天去斗3天，也即便做大水。首尔市区呢未少店头损失是真惨重，了钱了上千万，规个首尔算咧呢损失上无是6亿。今嘛镇公所是设立募款的专户，呼吁各界做爱心。 厝有一半拢互土石地掉的，宜兰受雨水灾，市区的路大部分拢清理好啊，有一寡店也开始营业。不过山区有一寡厝的土石也未清刷。怪手伫咧现场继续清，要职工来山区斗3工受灾户清理厝内。伫边即间市都号，拄则经过非洲猪瘟疫情，这么个拄着土石流，都虽然有顺利转移，不过设备拢害了，损失超过上百万。 就是设备的部分50-60万然后建物的部分大概在70-80万。最新的 iPhone 17。一寡新的手机啊，拢总浸水啊。有电信业者伫大水来的时阵，一座价值要到200万的手机图啊，互大水流去，14个头车大。不过一寡新的手机啊，拢已经浸水无法度卖，损失真严重。这样子市价大概这样子加一加大概多少钱？如果卖的话，应该是市价大概100多，快200万。灾情也真严重的烟波饭店地下室也阁拢全土沙，地下也阁积层的水也未抽干，业者继续伫咧清。因若大房的人客因车停伫咧地下室雨水，因要安怎赔？饭店讲会请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评估，财务部也甲保险公司联络，照保险的内容看安怎处理。能够各界来协助我们这个需要这次大淹水的灾民啊。即便所有灾害的损失，镇长以受灾户3200户来算，若是平均一户20万，财产的损失就超过6亿。不过这也无包括公共设施重建的经费，所以镇公所成立募款专户，暂时定1个月，希望大家会当斗3工灾民重建，互所有镇良早恢复以前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